大家好，又到嚟新一條片啦。今次個題目咧，就諗咗一段時間啊，究竟係用邊一個詞語去寫好咧？係用連結啊，定係用基伴或者伴啊？雖然字面上咧呢幾個字都好相近嘅，但最後都係揀咗啲最令人明白、最簡單嘅，就叫情感連結啦。究竟咩叫情感連結呢？簡單就係話人同人之間彼此嘅理解、信任同埋同理心去建立一啲基本嘅。我之所以唔想用單純嘅親子關係呢啲公式化嘅字眼，就係因為關係可以係好表面嘅，但連結咧係要用心去經營，有溫度㗎。今日我想同大家講講，我咁多年由細到大點同個女去做一個呢個情感連結呢？咁會有家長去問，伴讀書童平時你點樣去做先可以建立呢種連結啊？咁喺屋企，咁我平時同個女吹水傾偈嘅時候我會自然咧就滲透我自己嘅處事方法定同埋思維模式咁樣。我都唔係一個權威型嘅父母咁要逼佢接受咁佢有佢自己嘅嘢噶嘛。咁我反過嚟會問佢，喂，聽完你點啊？你覺得點樣有咩意見有冇啲好嘅方法教下我咁樣咁大家明白啦。做父母嘅處事方法未必一定最好最啱㗎。個女聽完再提出一個仲好嘅、仲有道理嘅方法，咁反而咧我仲會跟翻佢轉頭咁呢一個就叫開放性同埋可親性啦。我喺個女嘅面前就冇隱藏嘅，咁唔會講一套做一套啦。咁小朋友都好識睇㗎啦，依家都好聰明㗎啦。你真誠對佢，佢都會真誠對翻你嘅。當你長時間同小朋友相處，就會建立一種默契，就即睇眉頭眼額一家人幾個人不同性格、行為同態度，稍一不慎咧就即係撳咗對方個掣中咗地雷㗎啦。但係因為你有呢種咧觀察同認識，咁中咗地雷，咁嬲嘅時候第一時間唔係去鬧佢，而係話即係知道佢會為乜嘢而嬲咧？點解會嬲咧？咁呢個咧就好清楚明白佢係有乜嘢對乜嘢係好重要咁解啦。講到實戰大家最頭痛嘅莫過於教功課嘅時候啦，溫習啦。咁大家教功課時候時間有快有慢，就視乎小朋友咧嗰日嘅精神狀態同埋理解力啦。有時教得耐嘅，咁佢就會有啲小動作啦，開始就係唔知你哋各位小朋友有冇啦？我個女咧就玩下頭髮摸下啲文具之後就會可能坐立不安扭嚟扭去咁樣。咁大家有冇試過呢一啲？仲冇其他更加嚴重嘅可以留言講下。咁我相信咧就99%嘅家長都體驗過嘅。遇到呢啲小動作，以前可能我會話喂，你專心啲啦，唔好玩筆啦咁樣。但係作為一個有修養嘅家長咧，就可能暫時忍住佢先，教完先講等講解完先再講翻有咩問題咁佢都會平心靜氣聽去講㗎。同佢講話你教嚟嘅時候咧，唔好話有咁多小動作啦。如果唔係就話人哋喺人哋眼中睇落咧，你就唔好專心，唔係好專心㗎啦。都可以同佢講其實呢一個咧人咧處於真正專注狀態嗰陣咧，係唔會有呢啲小動作㗎。咁我就會要求佢唔會即刻叫佢搞掂嘅，咁俾時間啦，要時間㗎嘛。今日咧就大家可能保持住十分鐘正正常常嘅，咁聽日逐漸加時間咯。每日加上去慢慢做，有一個專注嘅時間延長。喺過程中咧就俾啲鼓勵知道你有能力做到嘅。今日15分鐘聽日20分鐘之後30分鐘一路延長咧。
咁我亦都會用啲認真專注嘅態度去講咧，咁唔會我去玩手指㗎嘛咁樣。咁大家做好呢件事就快快脆脆完咗，去又開開心心啦，去做其他嘢啦。咁就係呢個咧，就係感情連結嘅回應啊！當最後咧，大家咧一齊就心無雜念去投入去完成一件事咧，一來咧就時間縮短晒啦。嗰種滿足感咧係非常圓滿嘅。聽落呢度咧，大家就可能覺得啊，邊有咁易啊？冇錯，父母咧係想做好件事嘅，但係都要用呢啲方法去做㗎。情感連結咧係必須花上啲時間同心機去建立㗎，唔係話一下得啊。喺呢個教育道路上咧，都要用不同嘅方法，我哋都要去學習啊，有咩好嘅方法或者應對自己不同性格嘅仔女啊。可能你今日學咗，未必即刻喺小朋友身上用得到，但係唔緊要啊！有朝一日咧，就有突發嘅問題嘅時候，都會派上用場嘅喎。咁呢個咧，好似話嗰啲叮當百寶袋咁樣啊，啱啊就拎出嚟用㗎啦。平時咧學多啲，咁啊袋住佢先啊，有需要嘅時候咁咪拎出嚟用咯。咁學咗咧，即係大家都知啦，永遠冇輸蝕㗎嘛。咁啊，先把呢啲技能教學嘅技能啊袋住先啊，就係咁解。只要花心機同埋俾時間，個仔女一定感受到嘅。咁可能佢哋唔會講，擺喺心度，但係見父母咁努力咧，佢哋越嚟越大，都明白事理，都會唔講唔氹翻你，可能有送翻扎花俾你咁樣啊，好父親節母親節咁啊，平時都會做啲嘢氹翻你啊。咁好啦，今集咧就講到差唔多啦。咁如果大家咧係支持嘅，咁可以點讚、訂閱同埋發俾其他人睇啦。咁多謝大家先。